看山哪列创专题，才能环保意识提升，民众也应来了解所谓对生态环境的重要。其实传统农业社会係過重建老樹嘅嘅，像過多蔬菜苗市，比如講上山過黃苗、白公蝦、新康路頂上有一條歷史過久嘅老樹嘅，唔單止象徵大家對大自然嘅敬畏，老樹嘅還形成中頭嘅生活中心，將聯繫世世代代嘅回憶。太麻古條嘅樹誒，樹蔭下睇到小朋友搞了嘅小生，苗栗西富鄉種埔村一條100公年嘅老榕樹，生到葵花白拍，芒吉旺上，大家就當好來也頓腳了了，係地方嘅生活中心，咪係村民都有嘅回憶。呢一條樹誒，一田啲當陽嘅嗬，大家如果啲啊聊，啲啊談天嗬，啲啊水當豬，哎呀，哦，生意呢咩中央項目啲啊搞，哎呀。樹誒就像一隻遊樂嘅場所，一隻大家南邊幾個同歡樂嘅地方。就說樹誒就變成了大家一隻共同記憶嘅平台。條擺農業社會接上看得到建商愛惜和許多菜嘅100年老樹誒，展現出萬幾旺嘅生命力，認真重建大自然。民眾當為啲一條老樹嘅好，產一片豐富嘅，拄到節日就會去拜，行人和老記合作樹也表示尊敬。也可能係一個農村社會家一種嘅想法，啊森林。按多年的樹誒，一次也就一個保護的力量，來保護下它肢體會平平安安。請樹神爺爺保佑我身體健康，學業進步。條擺人講，因樹誒做嘢，因沙條做愛。第一了唔發達嘅時代，是太人為求樹嘢，做生意嘅嘢，義務嘢，保佑生意嘅乖乖為太。都有然後做嚟煙兩條太陽樹啦，嗬，嚟拜佢，嚟比如本身呢煙佢做天阿爸呢都煙夫呀，所以呢一次演示到20000公園，客家三太節啊都當到鄉親啊，為了拜。第一道白公蝦，三山國寶廟附近呢，咪發現呢到一條萬幾個大嘅家棟樹、種樹也係榕樹，唔到啲嘢咪保護到一條老樹嘅，唔會因為開發本人倒退。一般就神有樹嘅，這樣白講，因為一般認為講有安泰嘅樹嘅一定有神，所以大家認為對樹嘅而尊敬。以前嗰個樹也不能斬的，樹也太多不能斬的，當可惜。但是唔話你有主動嘅話，如果樹也有精力，都嚟保護那個地方平安。來，你個手錶。不然吼，喺度請了唐先生來吼，來救嗰個榕樹吼，以前研究嘅歷史啊，100多年嘅歷史吼，喺度希望來救起來。就算係數年重建嘅老樹誒，上班下免被平重開，強嘅找屍體，一度民眾因為唔盼得發起嘅救樹嘅運動，請希望延續老樹嘅嘢生命。社會上一種風氣啊，對敬老人家唔重視嘅，對環境綠化唔重視嘅，對生命唔尊重嘅，所以我都想去打破一種一方面要保護嘅心情啊，所以呢就發起救樹嘅。聽到環保意識提升，認同樹嘅嘢關係未行較多年，民眾開始認識樹嘅對生態環境有幾重要嘅，生態志工結風，還跳過棵樹嘅同樹嘅來做朋友。其實我們會看到像上面很多附生植物啊，然後第一苔蘚，那再仔細看，事實上有很多的昆蟲，一般在樹底下不容易看到，你就是發現有一些生物它一直住在樹冠上面。無論係民俗信仰當中認同尊敬嘅樹也，亦係生日嘅時節同朋友向下交流嘅大樹嘅下，樹嘅就像一個定情嘅大人物，串聯等一代又一代人嘅回憶，人同大自然之間咪變到行下樣呢？尊重樹嘅就係尊重土地。尊重一個
树的做传统人老土地老民之间的关系。下个新闻，民警由陈凤仪、苗丽报道。